念念哈嘎。哦，阿志阿志，哎，回养啊，董舅母来了啦。哎呀，怎么样？你最近生意好不好？还可以啦，还可以哦。对啊，恭喜啦，恭喜啊！基本上来生嘛个东西。哎，我看一下。哎，哦，哈嘎菜呀，这个不能不吃了，这个太有名了。恭喜炒苔虫，这是我们客家菜最有名的，这不能不吃啊。我要吃恭喜炒苔虫。对，好啊。哎，阿弟，炒一盘姜丝炒苔虫啊。哎，姜丝炒大肠，漂亮。好，哎，不过，这个姜丝啊，我们这姜丝在客家菜里面哈嘎菜啊，好像还可以搭配很多东西嘛。哎呀，其实姜丝来讲啊，可以去寒。对，其实它刚颜色姜丝是一道，红豆菜就用姜丝来炒的。哦，这样子啊，那这样子你帮我再推荐一道姜丝炒的菜好不好？想一下好。按是特别的东西好呀。好，就是姜丝炒肉笋。啊，姜丝炒玉笋啊？对。哎呦，这个玉笋是什么玉笋？其实肉笋应该算是客家人乌吼。乌吼是荷叶嘛，对不对？它的根。好，那你帮我叫一盘。好，阿弟，这个搞一盘姜丝炒乌吼。哎，什么？好吃。苔虫也有用姜丝嘛，还有一些辣椒的啊，色的当油米丝啊。哎呦，这个酸酸的要怎么讲？酸。好，哎，那这个就是我们的姜丝炒肉笋。肉笋啊，所以呢，我们以后到客家地这个要吃客家菜啊，我们要点这个菜，就要跟大家讲，跟老板讲说，来一盘姜丝炒苔虫。姜丝炒苔虫，姜丝，大肠。苔虫，另外还有这个玉笋、肉笋也可以说成乌吼，所以姜丝炒玉笋，姜丝炒乌吼，哎，我们一起吃嘛，好，来，太棒了，所以吃客家菜，学客家话，讲客家话，你就落伍啦，不流行啦，好好吃哦。姜丝苔虫，乌笋乌吼，来一盘姜丝炒苔虫，来一盘姜丝炒苔虫。